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若者乃是脑中真思总万贯，将文武半边天的清香被人所翻真。今日来到台湾新眼界，要来随我的好战友，北音财主黄文德的故事，遂到因一口道尽古今书，一个人有办法扮演全世界，是乎世界如此神奇？朋友有所不知，就是霹雳布袋戏世界。为瑶台到擂台，再从电视到电影，全台湾拢知影。今日富有北音财主黄文德的事业与传奇，就来讲互恁明白。真感谢素环境替阮来起鼓，较在素环境，阮台湾新眼界请回去，若无阿土也全无头路。咱来小解现场来宾，邀请霹雳国际多媒体黄良芬总经理，邀请霹雳国际多媒体资深草务师陈正清财富，大家好。邀请江苏大台文所吴明德教授，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来悼念霹雳布袋戏北音财主黄文德。黄文德会使讲，带咱台湾传统布袋戏进入新世纪，伊来离开，虽望咱真毋甘，总是霹雳布袋戏会继续传落去。但先，咱先做阵来回顾北音财主黄文德伊的人甲伊的艺术。因为绝对讲不完，30几年的话，心里的话很多很多。我相信我们这些戏迷哈，他可以去体会到，黄文德要跟您讲的话很多很多。本心本性亦本性，这是江湖嘛？全球全用英雄，咱看过了许多江湖，这也是咱记忆中江湖的声音。也许是苏安静看见武林风尘的秘密成就，也可能像一粒水。半合目睭，看尽世俗庸人，美扬嘴角，笑尽天下英雄。但这就是江湖嘛？或许，迄时咱最熟悉的声音。所在担任金马奖的颁奖，你看哩，一个金光闪闪的舞台，下面。我跟董事长从前是不太喜欢演布袋戏啊，讲实在的，那时候小时候觉得演布袋戏很辛苦啊，看爸爸他们在演布袋戏都很辛苦，所以我们不太喜欢。差不多4、5岁的时候，布袋戏是蛮被喜欢的，不是让这些人来看戏啊哈，花个2块3块钱。那到了后来，迄个布袋戏搁到另外一个阶段，出面隔壁来讲，啊，做戏的啦，做戏的。看尽布袋戏的潮起潮落，但无人知影的，却是一个少年残经的征战，一个囡仔的迷惘。有一阵子，老爸也叫我去开计程车嘛，连他都觉得演戏也不太好了哈。那时候真的，那时候那经济做坏嘛，社会经济。但后来又想一想说，这个家族我们在这个家族我们放弃的话，别人是安怎去看布袋戏？派着传统甲创新的使命。布袋戏的录影带市场，黄文泽10几年前在云林虎尾老家盖起了1000坪的摄影棚，也就是台湾今天晚上9点，正式在美国卡通频道播出。这回布袋戏偶要从演台戏、电视荧幕以及录影带当中跳出来，直接到国家剧院的。行过最风光的岁月，行过最挫败的青年之中。现场如今烧得一片焦黑，这里是拍摄的主要摄影棚，已经烧了8个小时。黄文泽忍不住红了眼眶，一把火烧出布袋戏30年来。这一路行来，不就是江湖吗？对亚台、电视、到录影带、电影，阮有过万年空行，
也有人在江湖之中称阮为传奇。伫这传奇之中，每一个英雄的灵魂，就是八音斋主黄文德。从小朋友的时候转到年轻，就很青涩，很轻狂，那个叛逆的时代也走过去嘛。然后知影讲黄建华跟黄文哲的故事知影有一段很放浪嘛，因为讲伊写的我当发挥啊，我写的，咱对这个资料的我的意思。那刚好兄弟也是这样啦，就是他了解我，也了解他嘛，他的剧本谁都演不好了，只有我可以演啊。除了这些角色他们是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嘛，某一个部分他们就是我就是他们，因为我也用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嘛。除了这些以外，真的我爱死他了啦，布袋戏。一言三话，江湖就是一种思念，迄种思念，就亲像黄文德对布袋戏讲的。我还要传承到以后，让这个布袋戏的生命一直在走到或许哪一天不在了，还是经过700年，布袋戏还是有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爱他的动力。这一切，献予咱做伙行过的江湖，咱江湖再见。观众朋友，咱今仔日的主人公黄文德是黄俊雄的公主，伊在演布袋戏的时阵，声哨真多元，捌扮演4000外的角色，来得到八音斋主这个外号吼。伫电影《素还真》内底，伊一个人演40外的角色，得到当年台北电影奖杰出的声哨演出技术奖。伊今年6月来过身吼，咱来请教总经理，对你来讲，黄文德吼，伫咱这个台湾布袋戏的这个历史面顶扮演足重要的角色，伊将这个录影大面顶的布袋戏带到新的媒体内底。那对你来讲，黄文德先生的重要性，你安怎讲呢？黄文德就是我阿姐嘛，其实我自细汉拢叫伊干爹啦，我自细汉的做伊的客囝。上重要，伊是甲阮爸爸做伙创这个霹雳，因做伙拍拼嘛。当初创霹雳的时阵，一开始其实是阮哋伊伫电视台伊演较久啦，伊有一个基础足侪粉丝的有一个基础，所以一般来讲创业时阵其实是一开始上困难嘛。但是因为一开始的一定伫电视台无足久伊的技术也好伊的粉丝也好，拢足侪，所以的互阮霹雳会愈来愈好安尼。但是伊毋是打配音尔啦，伊是讲伊这上早做戏的时阵，伊其实嘛会家己写故事嘛所以阮爸爸伊写剧本伊定定咧讲打阮弟弟就是阮阿姐啦，讲有法度甲伊的戏演了上好，因为有法度上了解剧本嘛，了解角色所以伊有法度角色甲诠释甲惟妙惟肖，就生动所以毋是打配音的技术尔包括伊的表演包括伊对故事的了解
互阮的迄布袋戏吼，甲别人无共款吼，就是足生动的，互人就印象深刻安尼。是啊，咱伫影片内底看到黄文定先生，伊家己讲，细汉时阵看到伊的老爸伫演布袋戏，实在是真艰苦吼，足辛苦的代志。伊家己事实上细汉时阵是足无爱去演布袋戏。那在你的经验，你细汉时阵应该嘛是伫拍片的现场大汉起来，你看到你的爸爸、你的阿叔伫演布袋戏，迄个时阵你是啥物感觉？啊，有啥物趣味的故事？其实从细汉时阵，伊拢足无用的啦。因常常拢做工课，做到足暗的嘛。啊，我其实拢是别人带较济啦，吼。可能是我的阿金嘛，因为阮足济亲戚拢伫片场咧做工课嘛，啊，所以有时啊是我阿姨带，有时啊是阮阿姑啊，或是我阿金咧带，啊，但是因咧带时阵，因同时咧做工课嘛，所以我得因接触无共款的工作的环节。哦，其实细汉时阵嘛无想遮济啦，就感觉讲会就敢若就好耍的，因为我伫片场的时阵，我就会看到因拍戏嘛，啊看到迄尖叫的结果嘛，吼，所以我就是看，啊愈看就愈介意啊。所以我其实印象上深的时阵，是我细汉。就拢在剪接室啊，咧看拍了戏，因为检查嘛啊。迄个时阵，我感觉我第一有印象的角色是迄金太吉，哦，金太吉，德色金太吉，啊，杜彦良，哦，啊，因咧拍的时阵吼，就是自我细汉的印象就深刻诶，哦，所以也中了一个就是小时候对武侠的一个喜好。哦。是，咱知影讲黄文定先生伊的专长吼是声音，啊，你的专长嘛是声音，你咧做音乐吼，敢有细汉时阵，敢有一个时间点，互你感觉到啊，我伫这个产业内底，我就是要做声音、做音乐这道。声音其实是我的兴趣啦，唔敢讲专业，哦，啊，真正专业，真正是像阿爹阿姐安尼，伊自细汉就直咧配音嘛，演遮济戏安尼，哦，所以。但是我是讲，我可能无法度像安尼吼，直安尼有即个过程的磨练啊，哦，所以我强项其实是较经营啊，较剧本啊，还有就是甲这新的少年人介意的物件、介意元素，加入布袋戏内底，哦，这可能是我的强项。是丁师傅。咱知影黄文定先生对总经理来讲是伊的阿叔，嘛是伊的客爸吼。毋过对你来讲，黄文定先生会使讲是你的兄弟啦。恁两个是对黄俊雄先生吼做师傅，恁两个做师啊，在斗阵大汉的过程当中，敢有啥物故事会当甲咱来分享？嘛毋是讲斗阵大汉啦，我是对26、7岁才加入咱即个黄家班的霹雳布袋戏，啊，较早也毋是叫做霹雳布袋戏。但是我对伊的了解吼，我那30多年，要将近要40年啊。是。啊，伊对即个，黄文定对即个布袋即个配角吼，咱会当讲，我对即个布袋戏来讲吼，有咱分做有4个即个重要性。是。第一就是讲，咱布袋戏要演了会好看。就是有后场嘛，后场吼，啊，搁再演变甲配角，你有即个配角出来的时阵，伊才有即个闹热性，吼，啊，即个翁仔要出来真正有即个角，啊，角就一听就知影讲，哦，即个啥物倒一个角色要出来，吼，这伊的配角就是这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伊会注重就讲即个编剧。哦，编剧是伊负责的部分，就是甲布袋仔注入即个思想甲作为嘛。是。吼，伊是负责的这部分，但是甲翁仔手像阮这翁仔手来讲，阮的翁仔手吼，这陶老师就是拢直接吼注入翁仔，互伊有一个司机的筋骨，吼，甲即个活力嘛。是。吼，啊，甲黄文定伊即个部分，伊是属于。演出者哦，即口碑的演出者，伊对口碑重视啊，吼，敢若讲甲翁仔注入即个灵魂，对，吼，注入伊的灵魂，甲伊迄个即个
生命这个活动力，吼，拢是爱靠伊迄个情绪落去甲演绎出来。是。所以讲，伊咧对这个五音吼，咱这个真重视，就是讲较早咱这阮这师傅讲啊，吼，这个黄海岱老先生啊，较早讲过嘛，吼，主演你五音爱分好好，吼，爱定甲讲五音清楚，互青面的拢听有你咧做声，毋免看红啊，毋免看现场，用听就知影讲，吼，倒一个角色咧讲话安尼。是。吼，所以讲伊有去注重了这方面，但是伊对于这个五音，伊不但讲，落去甲演下到这个时阵，伊家己佫创造属于家己的音，吼，毋知讲今仔有这个八音才做这个风格出来吼。啊，伊对这个五音分甲遮清楚的时阵，但是其实咱安尼讲五音，其实也佫不止啦。一粒小段都应该有3音啦，关音、中音、低音，会当一个音会当来甲分做3个小段的角色。是，讲伊甲这方面拢演甲真熟悉拢真好。啊，再讲在这方面，就是因为安尼，霹雳布袋这个。吼，这个观众吼对伊的肯定，是啊，再加丰富这个八音才子，是包括讲一寡，佫包括讲一寡咱这业界，是吼，这布袋戏界一寡同行的对伊的肯定安尼。是，节目咧起稿的时阵，有看到讲你是配合迄个声音吼，伫操纵素环境，啊，在你甲黄文定先生合作的过程当中，你敢有？甲伊发展出一个默契，就是讲伊安怎讲，你就知影安怎来表现素环境。当然，你甲做甲一个这个布袋啊，这个人啊，这个操作者吼，伊就是一定爱做到这点，就是讲咱配合佫有一个默契嘛吼，一个默契的时阵，吼啊，伊要创啥，咱现场就知影讲，拢爱靠这个临机应变。是，是，教授拄则。总归你讲到倒数吼，我连伊知影讲是倒数跟太极，因为阿兔即演的吼，随常是看分州大女剑吼，伫较细汉的，比我较细汉的即个2、3个世代吼，因是看霹雳布袋戏。即马黄文定先生吼来过往，会使讲2、3个世界人，世代人吼，伊对即个布袋戏的印象，拢是黄文定的声音。即马咱失去即个声音吼，对咱台湾社会，对咱传统艺术有啥物款的影响？黄文迪的口碑声音吼，是真迷人的声音啊！你也知影讲，迄个台湾的布袋表演哦，口碑是非常重要的。是啊，这个口碑吼，就像喺咱一个棒球队内底迄个王牌投手。哦。因为咱基本上看布袋戏吼，是爱先听会入耳，听会入耳啦，啊，较看会入目。就是讲吼，听觉这个重要性吼，一开始会超越这个视觉。哦。啊，所以伊的声音是有表情的声音，足丰富的吼。所以伫较早，咱讲黄俊雄的时代吼，咱迄阵拢会想讲，敢有人比黄俊雄这个口碑佫较迷人？结果即摆黄文迪做先去啊，即摆咱会质疑讲，第二个黄文迪当时的出现。所以我甲讲，伊这是一个声音的魔术师啦。是，就讲伊咱较早讲布袋戏的主演吼，是爱搁兼听红啊，搁讲口碑，搁兼做团长。后来到霹雳，伊就已经分工去啊嘛。是。所以黄文迪的重要性，你甲想吼，你看伊演职表、演职表，因的员工啦吼，400几个，演职表呐，你拍的时阵口碑拢一个尔。所以迄条声线吼，我定定甲讲，迄是霹雳生命线。哦，伊这条线吼，伊会摇动迄个七情六欲啊，是，就是讲，互咱伫看布袋戏的时阵，会当直接马上进入迄红的灵魂内底。对，所以伊拄仔有讲过嘛，讲因哥哥的剧本干那伊演了会好，这句话吼是值得探讨，是安怎？因为霹雳剧本真困难，哦，迄人物的迄个感情线真深，是，所以吼，你要安怎甲诠释吼，迄个口碑人真重要。所以我讲，伊是伫咱讲吼，从个传统的布袋到今摆这个影视布袋内底吼，伊是一个衔接的最好的一个人。是，就是讲伊的声音吼，伊有法度去面跨世代的人啦。就是讲老辈嘛也听会发，新时代的人嘛听入去。声音有好听无好听吼，爱比较。
是。所以你若听足侪人讲拷贝的时阵，你若听黄文迪迄种拷贝，你就知影讲啊，这种拷贝吼，讲起来是无与伦比啦。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嘛有当时啊看伊霹雳布袋，我嘛哪看哪要学伊的拷贝，结果阮太太要夺门而出。是啊，若是产业来讲吼，这款一个人会当扮演遐侪角色吼，40外个电影内底40外个角色，这款的需求是安怎发展出来的？因为你布袋戏这个算一个娱乐嘛，是。你这个娱乐爱甲人拼，伊毋是干那甲布袋你比较，伊嘛得爱吸引其他的迄个各领域的人哈，领域的人来加入咱这个阵容。所以伊这个声音吼，因为红仔是无声的嘛。啊！你得爱吸引遮的人入来，啊！伊红啊，得爱伊的角色，伊的算讲伊的种设定啦，哈，爱足丰富。啊，所以吼，伊迄个声音，伊若无发展讲遐尼多变化吼，因霹雳的红啊，就生袂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讲，因这编剧嘛知影，黄文迪这个声音有法度诠释各种角色、各种情感，所以伊肆无忌惮的编剧呢。所以你无看因的爱情戏也真侪啊。迄种爱情戏讲起来，文戏伫个布袋内底，迄是很门槛的，迄就是讲一个很限制的。哦。但是有法度跨过这个门槛。是。所以你看，为什么霹雳布袋戏的女性的观众遐尼济？较早女性的观众拢会看歌戏啊。对。但是现在霹雳布袋戏的女性观众遐尼济，就是黄文迪伊迄个声哨有法度演绎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所以吼，伊若无安尼开发，伊的商品嘛无法度发展出来啊。是，所以伊角色带动商机啊。是，所以咱定来你讲，伊的角色毋是干那剧情的发动机，伊的人物角色是印钞机。啊，所以伊的角色得爱常常伊得爱讲平均差不多一段时间得爱有新的角色出来。是，一部伊爱有几个新的角色，因拢有安尼设计。是，啊，这干那黄文迪有法度诠释。是，所以这是独一无二的。对。咱听到老师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吼，布袋戏是一种艺术。霹雳布袋戏是一种全新的媒体吼，咱即马来看霹雳布袋戏的报道。论歌有自开，随卖歌拢知呢。这是代表传统甲幼乐的台湾布袋戏。透过运镜，互戏人啊看到像人共款，这嘛是台湾的布袋戏。保留传统，嘛持续创新。台湾布袋戏会行出什么款新的局面呢？本性宛如转刀是转形，脑中心思做万种，将那父母换变天。台湾布袋戏经典的人物素还真，搁一届出现伫咧大荧幕。素还真。你还是不是强人类？富林好尾黄家第4代黄文迪甲黄文章，延续因阿公黄海岱甲因老爸黄俊雄的手路。这个编剧是真出色，人拢讲伊是设计师。我的心情是非常亢奋哈就是血脉喷张，好像我一个开始要来。冲啊！安尼。另外一个人甲合作八音在主，角色是百款，讲到配音是绝对可以袂倒。霹雳系列里面的角色全部都算了，包括路人甲、路人乙都是。伫霹雳布袋戏团分立的摄影棚，要互布袋戏红仔像活跳跳的人共款来演出，是真大工程。灯光。摄影，也有做各种道具的工作人员，大家负责无同的工课，每一个镜头拢干那翕一个动作，才个剪接起来，爱用袂少时间嘛，真够工。布袋戏人会感觉好看，就是因为伊有一寡足自然的动作、自然的生态落去做。当然啦，阮嘛是需要动画来补助，讲有的物件咱做袂到，比如飞去空中，也是讲要做金光长棍，给你会感觉迄款的享受，咱来看好莱坞电影同款。把传统的布袋戏变做一种文化创意，黄文章甲黄文迪对时代进步一直加入新的元素。动画特效嘛，更较进步。
因老爸黄俊雄伫1958年，甲《西游记》翕做是台湾头一出布袋戏电影。也那霹雳布袋戏是伫2000年挑战大荧幕。2019年，黄良芬正式甲霹雳国际多媒体总经理的职务接落来，因小妹黄正嘉做品牌总监，除了发展相关的商品，为着要甲布袋戏甲观众牵绊活来，嘛改变布袋戏过去较文言讲话方式，会掺几句流行语，配角的风格嘛变较多元，可比 hip hop、英语拢会用得。更较特别的是配音的部分。因成立声演团队，用侪人配音的方式挑战布袋戏演过一个人配音的传统。一般人配金龟声，他可能就是用一个鼻音，就说哦，임시人，我跟你讲，走去倒位。好，那其实文哲大师他的金龟声的鼻音是从鼻孔这边直接出来的哦，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用，哎呦，임시人，你怎么走去倒位1980年代。黄家兄弟仔甲电视布袋戏概念转做拍电影，也搁伫国际串流平台播出。无论是伫内容或者是行销的方式，拢已经甲传统的布袋戏有真大无共啊。PE 的 IP 其实是玄幻武侠这个类别里面的金庸，其实真的一点都不为过。一直用布袋戏去演，所以可能没有这么多人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未来当然就透过更多元的一个表现形式，让我们的 IP 的这样影响力可以再扩大一点，就说让大家知道哦，台湾其实有这么厉害的一个长篇的玄幻武侠的 IP。观众朋友，咱讲到霹雳布袋戏大声，就爱讲云林黄家班吼。伫第二代黄海大先生的时阵，有一个五洲剧团吼，伊迄个时阵到末期的时阵，已经是咱讲金光布袋戏。啊，到伊后生黄俊雄先生，甲这个金光布袋戏。开始伫电视面顶吼，开始这个电视布袋戏各种的特效、各种音乐，而且佫配搭咱台湾的流行乐吼。到黄文忠、黄文德这代吼，因是甲霹雳布袋戏用电影的方式，用幼路的这个镜头以及剪接吼，去做一个新的呈现。总经理到你这代吼，甲霹雳布袋戏变做更较多元的经营。而且佫有咱知影讲 NTF 戏语的汇报、戏语的汇报吼，这款的这个因的这个发展吼，咱看到讲，逐一代黄家逐一代拢在带布袋戏在转型吼。在恁的思考是安怎，拢会接敏感，拢会对得到时代。其实阮是做文化嘛，那文化就是文化的转型，上简单就是爱有人介意，爱有人介意。其实人会变，所以每一个世代的人的口味啊，人的审美啊，人想要看的故事啊，其实拢会无共款。所以文化要转型啊，布袋戏爱转型，其实上重要就是爱互当代人介意啊，所以就是爱做遮济改变。所以毋是讲阮讲叛逆啊，毋是讲阮。介意改变，其实就是阮就是想要做戏吼，尤其是少年人吼，个无看过布袋戏的人会应介，所以较加入遮济元素吼，互人可以介意安尼。是，观众朋友，你甲看咱的这个总经理是人嘛，看起来就足少年的吼。你咧去引新的世代观众来看霹雳布袋戏的时阵，你头壳内底是咧想啥？想讲开发什么产品啊，还是讲要增加什么剧情？无，我永远拢咧想吼，到底是即摆少年人是咧介意啥物物件，有啥物新的物件，还是咧流行啥物物件，永远拢咧想即个代志啊。所以我其实足大的时间拢是咧看看 YouTube 啊，看抖音啊，即款的即款少年人啊，佮有啥物少年人用的社群嘛，包括迄以前是 PTT 啊，过来是 D 卡，其实足侪少年人。伫网络因去讨论的所在，其实我拢爱去了解。过来就是看，毋是单看阮家己做内容是安怎尔，佮爱
开足侪时间去看，尤其是美国的电影嘛，日本的动画韩国的剧啊，看因即马行了安怎有啥物新的故事、新的技术，会用甲阮布地融合伫做伙安尼。不过我加问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咱看到素环境，伊这一个看到是古早人，吼，这敢有一个困难，就是讲你看到新的题材吼，要安怎甲这个古早的人来套揽来结合，这敢是一种挑战。当然是啊，因为古早人的生活形态是甲阮即摆的人是其实无共款嘛。是。但是有足侪共通的感情啊。价值观其实会用套用，是哦，这嘛有诶嘛会变化啊。譬如讲，我定定举一个例子啊，讲以前诶英雄吼，是迄款就是为了大局哦，为了国家会用家己去牺牲诶一个英雄，一早英雄啦。即摆英雄的比较小我啦，吼，是迄款会因为着伊上爱的人，为着伊的朋友吼，会去甲国家对抗，吼，去甲大局对抗，甲全世界对抗的即款英雄，所以无共款。以前较大我，即摆是较小我，吼，即摆你其实去看即款，尤其是日本的动画，伊就感觉会安尼会改变啊，所以少年人伊个甲个故事嘛是安尼改变，这就已经融合伫阮的故事内底啊。是，丁师傅，咱即马来讲一寡技术的代志吼，就是讲咱知影讲伫外台布袋戏的时阵，都一个戏台伫遐袂叮袂当吼，干翁仔在叮当，过来到电视布袋戏的时阵，迄个镜头开始较幼弱，若是到电影的时阵，各种的剪接吼，各种的镜头，对你来讲，你做一个操作这个人物的师傅吼，你的技术方面，伫你规个这个事业面顶，敢有啥物款的改变？你爱去适应？改变的这方面啊，讲以一个操作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师傅来讲吼，自较早咱咧举总是吼，最传统的开始举法，就是一个人举人身嘛。是。吼，你甲演变到讲对内台的时阵。迄翁仔搁再放大，吼，再放大即个就变金刚伊个翁仔，吼，迄种举法甲过来甲进入内台咧做戏园的时阵，咧举翁仔方法又搁无共，是，嘿，迄个阶段又搁爱做改变，吼，即个武戏嘛是爱去做一个对拍的设计，吼，再来就是你演变甲电视，吼，对啊，演变甲咱电视来的时阵。迄个举翁的方法，又搁再进一个新的阶段，吼，伊即马就是变做一个人举一针尔，举一针，咱的技术就是讲爱去符合咱即马翁仔改变内面的一寡即个构造嘛，吼，内面就变讲内底有铁箍啊啦，除了画手以外，搁加一个铁箍啊，因为放大，你要安怎用翁仔手去教，这就是做一个操作者的人爱去做去甲揣摩，要安怎去甲做，要安怎去做这个动作，咱就来做咧底改变。甲来即摆我拍电影吼，录影大电影来，迄个时阵又搁再进阶，吼，再进一段阶段。迄举法又搁无共款啊。嘿啊，甲电视的举法，搁再你搁进一个阶段。你举的时阵就搁无共，迄个时阵就吼，毋是讲像较早。电视台3台都啊1、2、3都啊咧，吼摕来摕去，即摆改变就是用单机的作业，就是用电影手法。迄时阵咧举的时阵，又搁爱搁真个甲一寡动作爱搁做较细腻。哦。嘿，比如讲特写会较济，比如讲哦，伊要流目屎，咱要安怎去安装迄个目屎要安怎滴落？哦，比如讲哦流着要喷血，哦要安怎？血要哪流？迄个种搁较幼弱的一个做法。是，若讲你即摆咧做师的吼，咧教师仔的时阵，你上注重的是啥物款的技术？较强调的？我较强调就是基础。我咧教咧即个做一个即个操作师，吼，咧要举翁仔进前，你要学举翁仔进前，你就是要甲基础先拍好在。是。吼，咱的。翁仔要安怎举，较会知吼，基本动作甲做一个分别。吼，你第一个动作先学啥物，
即个在再来学一个第二个动作，一个动作甲汤，敢若一个汤锅甲箍做位，伊就有法度去举一个完整的一个所谓连贯的动作出来安尼。所以讲对即个基本动作足要求的。是。老师，咱讲到这个霹雳布袋戏吼，规个黄家的发展到今仔日，会使讲是咱台湾媒体吼，大家在看电视啊、听广播这个习惯的改变，拄好是迄个历史。咱对霹雳布袋戏吼，即马甲未来的发展，咱敢佫会当看到咱台湾社会佫较有路的演变。霹雳戏吼，定会互感觉伊是推陈出新啊。是，就是讲吼，特别啊，看霹雳布袋，就讲迄红啊，都装较遮水啊，结果尾啊出来，佮红啊佮比这较水哦。伊的剧情嘛是安尼，因为伊的剧情，即摆伊的剧本吼，伊除了黄强华董事长这总监，是，人伊有一个编剧团队，这个编剧团队吼真强哦，因为拢真侪迄少年人吼。因带着因家己的学习入来吼，是投入这个编剧，所以伊有真侪新的题材拢会融入哦。你比如说同志迄较早你也看布袋戏较有可能演这个题材，但是霹雳会开发出来伊佫有真侪讲对着这时代咧行的议题啦，但是伊会使伊拢会甲伊算讲甲转化转化了后进入伫因迄个。武林的冲突内底是，所以这是霹雳伊真高的所在所以即摆就是讲霹雳虽然是黄文德先生无咧配音这算行入后黄文哲的时代但是这个多人配音准讲训练了袂歹，佮霹雳伊这个红啊、装红啊，甲伊的摄影甲伊的这个剧本拢维持伫一定的水准我相信未来会使佫进入新的领域啦，因为时代定定在变嘛。那霹雳甲因这吴洲恒，因为我定讲吴洲恒毋那是咱台湾布袋戏上大的派系，伊嘛是算讲台湾布袋发展史的缩影。对。所以伊定定咧创造记录，所以伊这个记录未来安怎创造，我相信这到第5代亮总拢伫遮。这我感觉是值得期待我嘛定定咧甲观察讲伊佫会变啥物花样出来变啥物花样，这就是互观众不断咧甲追寻嘛就是讲霹雳这个常常让我们觉得讲伊著行较进步佫有法度佫爬去佫较悬去所以我感觉这我是对因未来充满信心啦。是。总经理，若讲你阿姐黄文定伊是一个人足够的，一个人会当扮演足侪角色。不过咱看霹雳布袋戏、霹雳国际多媒体这个发展即摆发展是佫较分工、佫较有路，变做是每一个人有伊专精的所在甲黄文定先生的发展，甲伊的技术的养成原来是完全无共款。你敢会感觉你即摆咧行的路，甲你的阿姐拄好是颠倒？就是。无共款啊！我答应讲无共款，就是时代就是无共啊。以前的时阵，以前的人可能资源较有限啊，所以一个人爱做足侪代志的。对。但是即摆的环境是，虽然资源较侪无毋对，但是愈竞争啊，愈竞争，所以阮变做每一个专业的拢爱做。专业的，拢爱足够的，较有法度，做出脱颖而出的作品嘛。所以，我是感觉这就是时代要甲做成的啦。是。咱讲到这个传统的布袋戏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透细汉时阵，捌伫电视顶看到用华语演出的布袋戏，迄是伫中国国民党这个国语政策影响之下所产生的这个作品。不过咱知影霹雳永远都是用台语来演出台湾新闻界的工作人员有人是因为要学台语，煞来看霹雳布袋戏。我家己的学生有人是因为看霹雳布袋戏，怎啊对这个布袋戏最有兴趣，就来读台文系这款的发展，霹雳布袋戏对咱台湾文化的这个发展，实在是有一个推塞的角色啦。在你来看，霹雳布袋戏应该无完全是一个企业，而且更加是一个文化，敢毋是？当然啦，但是我
爱讲吼，其实文化的传承，哦，不管是台语还是布袋戏啊，的传承其实唔是单阮一个公司的代志，其实是全台湾大家的代志嘛。啊，只是阮拄好吼，用台湾这个文化这做成立，所以阮爱做是比别人较济无毋对。哦，但是我嘛是爱讲吼，即马尤其是台语啦，尤其是布袋戏的文化，其实有时间吼去看国外这内容嘛好啊吼，嘛应花一点仔时间来看阮一下布袋戏，吼先了解一下。因为这侪少年人其实伊是连了解拢无了解，伊就讲哦，这可能是顶一代咧看的物件，吼是较老的咧看的物件，所以无咧看。但是其实即马布袋戏真正嘛是做新的，我嘛是做信心讲应该外来内容去平起平坐啊，所以不管是为文化角度出发，你了解一下台语或是布袋文化吼，还是为单纯内容的角度出发，我伫遮呼吁少年人拢会来看一下布袋，去了解一下安尼。是林师傅，若是你咧，你是做一个这个红仔手吼，伫红仔手的做红仔手的时阵，咱拄则听到你咧讲，你事实上是一直咧听。一直咧听这个口白的人的台语，亲像黄文田先生伊咧讲话这个声音吼，这对你操作人偶吼有一个足重要的算讲是引带吼，啊你要甲伊配合，啊你对布袋戏甲台语这个关系你是安怎看？阮对这个操作者操作红仔来讲，这遮尔多年来。阮咧听即个口碑嘛足敏感的，已经到即个坎站来吼，对听口碑拢真注意伊的细节，吼，伊倒遐讲了无，咱一听就知影。所以讲，你甲伊配合的时阵，有顶嘛捌忒济啦，吼，有顶甲咱的默契，咱要安怎甲伊款的时，伊忒济，咱要安怎用啥物方法去甲掩饰掉。这拢捌曾经捌去拄着，所以讲做一个操作者吼，这个操作师来讲吼，对这个布袋戏这个口碑吼，非常的会爱去甲注意啦。注意讲伊要讲啥物，咱要准备要做啥物动作，吼，这拢有一个迄款的一个默契伫咧。是，老师。咱拄则伫这个影片内底吼，头一个影片叫做《江湖再会》吼。不过我家己因为是讲角青白的台语，是落尾才学的吼。有一摆我咧讲再会的时阵，我讲再见。声台的林水平老师吼，咱足少年林水平老师都甲我讲，你唔通讲再见，再见迄是华语的讲法。再会才是对的吼。你看即马霹雳布袋戏内底吼，伊用这个台语的演出哦。实际上，侪人拢咧讨论讲，因为布袋戏内底文音较侪啊，因为安尼的原因吼，伊会当直接甲较熟伫华语的这个语词用伫布袋戏内底。你安怎看即款的情形？是安尼吼，因为伊的剧本是用华语思维写。所以你也看伊的剧本的话语量真济。是。当然啦，伊文音是较济吼，所以你若听黄文德你配因的剧本的时阵吼，几乎看起来吼是正确率真悬啊，就是讲差不多拢9成5以上吼，有一寡可能伊尾啊目睭较花吼，看伊有走状去吼。是。无大部分伊的发音吼拢是真正确。所以毋若主持人你讲，我家己的学生嘛是安尼啊，伊讲吼看歌仔戏。较看布袋戏，学台语上紧，对，因为伊有情境嘛，伊有迄个情境嘛，佫有对话嘛，当然就是讲，霹雳伊有当时啊，第一，问题你配音的时候，伊拢家己一个人伫看剧本，那家己咧看剧本，伊爱思考讲即个音安怎发，有当时啊，可能爱用白话音来发，伊用文音来发，这是有当时啊，就是讲第一个，伊算讲是活泼的人啦。是，因为语言是活的嘛，对不对？你听我听，大家拢听，佮伊迄有字幕啊，少年人看字幕嘛知影迄个意思。第二就是讲，伊要符合伊即个霹雳布袋戏的格调。是，所以伊伫即个江湖你讲吼，伊红仔有一个红仔格，所以伊的文音会较济吼。
啊，但是伊安尼问伊吼，你若讲训练了吼，你若看迄个媒体咧报道，比如说报纸，你看迄段吼，你若黄文迪这若定听，你会随甲念出来。是较无定达着哈，所以伊伫推测是有影有一个帮助啦哈。所以我嘛定定讲有当时讲，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迄个语言啦，就是讲语层嘛，语言的层次嘛。对。啊，咱这个新的时代有当时华语式的这嘛爱甲包容入来啊。对。啊，因为咱台语安尼毋才会壮大。是。哈，我是安尼看啦，所以有当时讲海纳百川，这个观念是真重要。咱袂使讲啊，清朝的人讲迄种台语，啊，咱即摆就是讲台语，就讲清朝迄种台语，会晓讲是上好。啊，即摆时代定无共款哩啊，新的语汇会入来啊，会透揽着啊。是。所以咱有透揽着日语啊，透揽着迄个西洋的语言啊，啊，嘛会使透揽着华语啊。对。哦，这是无可厚非。总经理，咱讲到布袋戏甲台语吼，这是咱的传统。不过咱知影，霹雳国际大媒体一直咧做创新的代志。譬如讲，2001年的时阵，霹雳布袋戏用英文来配音吼，伫美国的频道来放送，而且霹雳布袋戏有就拍足侪电影吼，一直咧做创新的代志。譬如讲，佫发行NTF 这个戏剧的货币吼，这敢会当甲咱观众朋友来了解者？哦。最近的就流行迄 NFT 啦，中文叫那个非同质货币，非同质货币。意思就是讲吼，每一个虚拟的货币拢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即摆技术已经代表讲你发的物件是有经过认证的，啊，毋是就是世界唯一的这是霹雳发的，所以伊就有价值，所以为什么讲这？虚拟的物件有价值，就是因为伊就是有限的，而且它是非同，就是它是独一无二的。阮就甲这加密货币加阮的阮的角色的卡，加阮的角色模型啊，就虚拟的公仔去做结合，它就可以代表它是独一无二，然后而且是霹雳发的正版的，所以它就是有它的价值。阮进行。有伫台湾的平台嘛，有伫国际平台有去发过。阮伫国际平台发的时阵，阮迄个时阵发3万几个虚拟的公仔，阮1秒就卖了。我家己嘛想无，想到阮的物件已经卖遮紧结果事后去问才发现伊是买大部分拢是外国的。因虽然无看过布袋戏。但是感觉阮的角色伊的造型就特别的所以伊是单纯甲阮角色的造型甲伊的美术伊就来开这个钱来买阮虚拟的这个公仔所以我感觉其实这新的技术啊，新的科技嘛是足好的推广去，互阮全世界的人去了解阮霹雳布袋戏一个足好的媒介安尼。是，我家己咧看 YouTube 影片吼，看即即个电影的评论的影片，遐个即个 YouTuber 吼后壁，我真正捌看到都是美国人，毋过伊后壁有真正采一个霹雳的咱的即个红仔吼，会使讲即款的方式会当甲咱的布袋戏推散到全世界去，而且亲像总经理拄则所讲的，伊可能毋免知影讲看到即个戏剧。伊敢若介意即款红仔吼，针对安尼，我想要问总经理，霹雳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路线，你即摆在想的是啥咧？其实爱互一个无看过布袋戏的人，伊去介意布袋戏，其实爱分足侪阶段的伊无法度一开始就爱了解台语，了解剧情，了解就是。阮的角色关系无法度，其实爱为较门槛较低、较简单的方式，互因先了解。像头拄讲的迄款方式，就是方式之一嘛。阮嘛因拍较短影片譬如讲 YouTube 影片，也是迄像迄抖音的影片，迄款嘛是伊免了解剧情，伊就是看我角色。引导也是水一个短一个算是桥段还是梗，伊可能就法度会用继续看落去。伊若是介意了，伊可能去了解这背后到底是啥物件，
哦，其实伊有咧拍戏吼，也是有足长的一个连续剧吼，爱咧慢慢去了解吼。对，重点就是讲吼，阮一个布袋戏做侪元素的啦，啊，每一个元素拢是对新的人拢是一个足好的切入点。是。哦，啊，阮会用甲迄个元素会抽取出来，啊，变成吼你免了解，我全部的物件无要紧，吼你会用是因为我确实了解，吼是因为我周边商品了解，是因为我短影片了解，吼啊无单纯是因为我的故事，我可能有时买。甲迄故事改做漫画哦，改做小说吼，为则来了解马英吼，啊，就是较侪渠道的，啊，较简单的先了解，啊，了解了后，伊对哦，原来这是霹雳布袋戏，拍足久啊，哦，啊，假设是安怎发展的吼，就是用即个方式，互少年人慢慢去了解啦，啊，无实在是足困难的。是，老师拄则听到总经理咧讲吼，这对。阮即款研究文学的人会小可有危机感呢，因为本地研究布袋戏，这就已经台文系的老师甲教授吼。啊，未来即款的发展，可能研究布袋戏会变做社会科学，会即款去研究，总是布袋戏啊，以及霹雳的产品，做一个文化产品，做一个智慧财产的产品吼。要输入到国外，事实上一定有源爱文学的部分，以后这个产品吼会当多元，可能拍电影剧本爱强啊，这个故事爱互人会当感觉讲足深刻的吼。在你看到霹雳即摆发展，咱学文学的人会当安怎发挥力量？甲斗相共？是。因为吼，我本身嘛会爱看歌仔戏甲布袋戏，吼，拢看吼，啊，真侪戏剧我嘛有看，所以无共款的戏剧类型，其实上介重要就是主持人讲的剧本，吼，剧本是一剧之本啦，啊，所以这个到尾啊，要输赢吼，这个剧本是介重要，所以吼，无论是官方也好，还是讲民间也好，还是讲咱大学的体系内底吼。我感觉爱积极培养这个编剧的人才。哦，这个编剧的人才吼，才有法度源源不断，会使提供这个故事，是，这个情节吼。啊，伊霹雳安尼是已经真够啊。我定下讲吼，你若去看各种的戏剧类型吼，霹雳迄是上介复杂的。哦，你若霹雳看有大部分其他的戏剧的类型拢会看有啦。哦，哦，因为伊叫做波澜壮阔。啊，所以哦。伊个人物角色遐尼济吼，虽然有当时啊会造成讲要打看霹雳的人会造成阻碍啦，所以拄仔亮总有讲，伊得爱拍一块较短吼、较简单的吼，这个分进合集啦。我嘛感觉讲这是以后这个布袋的产品嘛是爱分类型，是啊嘛爱分级啊，意思就是讲，这得爱有真济戏剧人才吼，编剧本的人才爱加入，啊另外除了这吼，因为布袋的基本功吼，啊，佫有迄拷贝，对，啊，这个拷贝，即摆黄文德已经造成一个黄文哲障碍啊。哦，就是讲伊的记录应该是无法度被挑战的啊。是，对，所以按来想另外一个的思考方式啊。啊，所以因即摆集体配音哦，包括东离剑游记，啊，迄个日本的配音嘛配了真水啊，真好啊。所以这未来是一个趋势啦。咱台湾的基本观众吼，有当时啊嘛爱接受讲时代真正无共款啊。啊，迄个上界优秀的大师做先去啊。啊，咱得慢慢去，虽然讲感伤啦，吼，啊嘛得爱适应。是。啊，会当安尼吼配合讲即个演变啦，因为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是。啊，但是除了我拄仔讲的迄个拷贝，啊，佮另外一个基本功吼，嘛爱维持掉咧。提昂啊，哦，所以猫叔这是算迄个呢，是算大师级的，这嘛国宝级的提昂啊，啊，是丁师傅，咱今仔日吼少年吴文德先生吼，这是你合作的伙伴吼，嘛是你的好朋友。最后，若是要甲吴文德先生告别吼，你做一个红仔手，你会想要讲啥物话咧？我对足甘心的，就是讲自一路安尼行来吼。我看咧目睭内，就是讲伊的过去的认真啦，吼，对于即个拷贝即个认真度，吼，我拢看咧原来伊有阶段性的即个变化，是，甲拷贝一站一站一直咧提升，吼，啊，所以讲我对伊的改变吼，我感觉讲伊对即个
这个声音的部分，真正足用心的。是。所以讲，我对一个主演者，即个对演艺口碑的人，我对伊真正足敬佩。是。敬佩讲，伊今仔有法度甲即个布袋五音一直发展，甲足地音出来，属于伊家己的。伊较早甲布袋，咱我再讲对伊的口碑吼，伊较早讲也佫有一个咱较早传统的早期啦，伊的口碑就是属于。